湾大学认定林志坚台大国法所的论文抄袭，设定撤销伊硕士的学位。民进党桃园市长的参选人林志坚，伊的论文进前方指控涉嫌抄袭。台大接到检举了后，成立学术伦理审定会。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，认定林志坚甲易正煌的论文相同度超过40%以上。易正煌的论文早半年来完成，认定是林志坚抄袭，撤销林志坚硕士的学位。台大深信，没有学术伦理与诚信，就没有学术名誉。台大校长管中敏下早亲身参加记者会，讲论文涉嫌抄袭的事件会伤害台大名声，让台大好好认定林志坚抄袭。林生抄袭余生的硕士论文，委员会也认为这个情节严重，所以建议撤销林生的硕士学位。审定会调集人苏宏达讲，易正煌的论文是研究2004年新北市长选举林志坚的得票基础。林志坚论文主题是蔡真坚的共间复兴，不过审定会认为内容无处理分析共间复兴是研究蔡真坚的得票基础，两人论文有真侪所在顶头。依据不同版本的比对，都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抄袭的部分余生都早于林生。与余生论文雷同或高度的相似处，均未引注或说明是来自余生的论文。当事人若是报这个裁定，会当依法向教育部提出申诉。若林志坚论文指导教授现任国安局长陈明通，敢有学术伦理的责任？台大讲学校若是接到检举，赶快依照程序调查审定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另外，可以上 LINE 贴图小铺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。